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本，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。今日呢，我哋来到现场嘅来宾，我哋嘅好朋友呢，佢係最後上，目前為止最後上嘅米農米冠軍哦。到底佢係樣辦種出一個冠軍米呢？家家來聽佢嘅故事吧。首先，先來分享我哋來自米農嘅鄭一平，一平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對米農來嘅一平。哇，歡迎一平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哦。一平，頭到我有數起講，你係最後上嘅米農米嘅冠軍，請問一下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係76年次嘅，所以按你算起來，38歲。哇，38歲，同我差唔多呢。而家已經係兩屆嘅冠軍咧，係咪？目前係啦，但是明年就還會再試看下是哪。當然，明年嘅事情係繼續喺努力嘛。但係兩屆冠軍冇簡單呢。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兩屆你自己得到一個獎嘅感想好冇？我嘅感想其實老實講，我要感謝高雄高粱廠嘅欣賞，同我哋米農農會安尼。嗰度攝出我嘅地方就錯嘅，從高雄高粱廠嘅欣賞吼，就會教我哋農民應該用到乜嘅皮料，應該用嘅使用，讓我來提升我哋米嘅品質。唔係從我哋以前為安尼想講，過太量，我哋農民搞過嘢，我就賺過多錢嘛，但是我哋應該要從欣賞講嘅提升米質，把米過好食，唔係顧量，係顧佢嘅品質。冇錯。安尼一平，除了你嘅米係睇米農有比賽之外，你還有去到全國去比賽嗎？有，我等米嘅地方地區嘅比賽冠軍，會到全國比賽，就係農糧署嘅稻米達人競賽。不過用嘅米係冇相同嘅，錯冇品種冇相同。也個要看米嘅地區，因為比賽嘅判罰比賽啊，有規定有對品種做得，有對品種做唔得，所以米嘅地方適合種嘅品種也冇一定相同。不過嘅比賽事情我哋等下講翻一些章嚟講，先嚟幫大家了解一下講，一平你自己本身係米農人錯冇？錯。你韓式因為你而家睇務農嘛，做耕田嘅農事，你嗰種你能錄下本身韓式都睇耕田嗎？冇唔錯，但是我哋烏卡以前係種扶貼欄。係哦，種法哦，冇唔錯，種法韓式時節我哋烏卡有種蓮霧，錯，我係太嘅出去做些歸來，烏卡嘅，難怪是師傅嘅。你所以咧講返鄉青年安尼意思嗎？應該算返鄉青年。係哦，你自己本身吼喺乜嘅時節出去攞邊工作嘅呀？太好畢業做兵歸來，我出去攞邊石頭路嘅。嘅時節說咧喺乜嘅頭路啊？我以前做一個佢專業、佢冷門嘅石頭，叫做非破壞檢驗。喲，係工業嘅嘛？也個應該算工業嘅一部分，就係有到一貼嚟種種有嘅球槽。如果黏起來，而喺嗰度貼嚟黏起來嘛。黏起來嘅地方，我哋去檢驗，驗到有好也冇，有乜嘅缺陷冇安尼。你有個工作啊，談好了幾專業咧。除了有個工作之外，應該還算講冇其他工作嘅吧？還係唔除了有個工作之外，還有其他工作經驗？冇，我想做一個頭路做起，我就想講去歸來烏卡。做乜嘅咯？有個工作按專業談好了，應該有幾好嘅發展啊！因為老實講，韓式同上下地方係關係啊，去到來到也都市方感覺安尼，佢唔關係用嘅啦，就係唔講空氣也好啦，生活嘅品質也好啦，生活步調也好啦，就感覺安尼，佢唔關係，所以就印象講，係咪喺歸去烏卡做事，也係在前國人士嘅頭路，後來想想啊，就還是歸去烏卡嘅。我點解種感覺？因為平時我哋自己也係睇高雄工作過，也有出去工作過，嗰種比較方咧，嗰種心情啊，同嗰種這個習慣嘅感覺吼，我能夠體會。不過你自己出去工作一段時間，歸去嘅，有同屋企人講，爸爸媽媽有講。其實佢係冇咧，我就嗰邊頭路差唔多，做一個段落嘅。我就歸烏卡，我就講剛才上嘅歸來，看下先做乜嘅石頭路好，就安尼就歸去烏卡嘅。烏卡你有講一下冇？弄做得好好，一下都歸來，其實有其他反應。其實
盐也无共用的反应，就像讲啊，去甲考虑清楚来就好。啊，归落的看下是爱做嘛嘅，咱就上也唔怕。啊，古到卢卡之后，你想讲哎，卢卡以前你有钢铁哥有一个经验的，你选择讲，来继续来做农师安尼嘛？其实一开始老师讲也无一定想讲爱做内行，也无一定讲想爱钢铁。一开始的时间我有做过一道园艺的石头，后来就迄怎样讲咯，伊就因缘际会吧，有对阿伯讲啊，讲可能是那钢铁无咩，我讲好啊，甲钢铁就来讲那是咩，就偏铁来讲，安怎安尼开始来钢铁上的师傅吃可能是安尼。钢铁这件事情，寒暑的时间你就有接触过嘛？还是讲寒暑的时间去接触过卢卡种法的个生意？寒暑的时间，我哋卢卡种嗰度连斧。同反酸，我对差唔多应该7、8岁吧，我就开始会是板晕茶，会追皮料，天数，就是下肥、投皮料啊、撕皮料做一顿茶啊，帮爸爸妈妈去投皮料安尼，所以我寒暑就应有提天 Q 地，要做些就错嘅啦，所以其实讲，我钢铁一件事情啊，当中。也係算命中注定吧。唔會像其他人講啊，韓式其實有冇做過陌生，也係講韓式有做過，等於講會感覺幾個辛苦啊，吼，會排斥。有辛苦還是有，但是老實講，可能他感染就安尼吧，不感染啦。其實也關係嘅啦，吼，有種可能。啊，唔過唐風來過奇妙咧，講7、8歲都會試個茶誒去做皮料，人家以前喊7、8歲喊喺試個天通茶，人家茶都會安尼太茶誒。其實我哋上下農民啊，吼，佢大漢對嗰些就開始有做一條事情。沒有朋友喊嗰些也來去嗰些嘅，也算無照駕駛啊，也就是嗰度貨來啊，跟年紀就開始去打田去來田啊。夢想人哋講嘅嗰落去睇鹽嘅地度吼，做一件事情啊，唔係講去路上吼去視察嗰條唔係。但係這個歸去吼，佢聽講耕田嘅時間，嗰時間有研究也係講。看人家迄種嘅迄乜嘅品種嘅米嘛，因為就我所知嘅，自家人家種嘅迄米農147嘅米嘛，嗰時間自家有去想講，然後鋼鐵，然後種哪條品種，也係有去前面討論過啊。其實完全冇嘅，佢係因為我哋師傅嘅時間，我哋要有用嘛，用就去蛹蟲買，唔就知道講蛹蟲有乜嘅品種好選，像我哋米農體系啊，吼。就係高雄147同台東30號，以前還有一個很多2空，就係我哋講嘅台梗2號，接下來就會是台東30號，因為最簡單、最好管理。用慢工具最好管理，只要野下伊、種下伊之後，吼，關於碰水、野皮料幾都好嘅嘛，唔是特別照顧。台東30號嘅品種啊，吼，應該講伊嘅品種可以管理個簡單。一般來講，伊唔多是殺藥嘅，皮料按用嘅嘢，伊就會上到安醬。伊無像嗰條安尼高好些品種，講月光米啊，也係我哋高雄147啦，吼，一條一般來講，我哋感覺高好些嘅品種，伊嘅管理方式會個好一些啦。做唔得皮料因滾因落安尼，伊會嗰度品種會出現。安尼既然選嚟咧，個簡單個好顧嘅，安尼起碼應該有輸成吧？有啊，但是老實講，以前也冇講上去，反正就像我一開始講嘅，想上去做量出來，因為量就係捱啲樹葉嘛，錯㗎，所以就安尼建中也冇乜嘅想法，後來人有想講，家係咪要學到東西啊？可能先做啲。其他想法佢單純，想講做在中國度量一些嘛，中國度一些啦，中國度一些安尼聽，單純係安尼聽，咱開始去眼啲農會上課安尼。唔幾時節去農會上課嘅時節，上有學到嘅乜嘅嘛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實主要像眼啲農會辦嘅講習會啊，弄相同嘅東西啦，就係加工嘅觀念，唔嘅皮料應該樣嘅用，唔嘅水樣嘅管理。按你品種可以用嘅方式，就係按你。其實不管乜嘅品種攏相同。
安尼等于讲一片，你这个原本种吼大量的时间种的一直拢迄个头都讲的推动30号也个米嘛，啊，唔系唔系睇好嘅，农夫好嘅之后，伊讲我讲，其实我有失败嘅基础嘅，我想去挑战一下，真嚟种大家更加嗰多年係种嘅米农嘅147也个米。我唔错，因为以前我哋米农嘅农民啊，大部分人还是推动30号，因为像我头先讲嘅147也个品种就係講唔冇管理。伊佢會創造伊咧很多稻熱病的東西，等於他爸講糖尿病，哎呀個糖尿病係冇處理好來，結果差唔多就飛起來就錯嘅啦，所以我試30試差唔多應該有6年吧。哦，咁佢還能有想講，家係咩來吃可能是一個高雄147糖工歸好事。咱開始揾一個品種同埋啲米農夫可以用，咱去試一個品種。哦，按第一種推動30號同第一種米農147一兩隻比較紅嚟，你自己嘅感想係乜嘅？真是有夠快估，產量差幾多？從一般來講啊，推動30號啲米農嘅產量啊，比較起來一分田差唔多會有1800斤到2000斤好嘅啦。高雄147一個品種，差唔多就喺1600斤左右，差唔多會收20%到40%很多。哦，到40%，所以講一般嘅呢。按比較好嘅時候，唔知道會想到，哎呦，個安排中我行去過去轉做推動30號好嘅。有安尼想過，所以就係一般。唔過農夫同我哋契約高雄147嘅品種，我哋暑假會更高一些。哦，觀眾朋友，原來我哋講句也冇簡單咧，條擺唔係種藥嘅開始，但係咧佢天天咧一步一步嚟試，但係種藥嘅講句底部還有幾多嘅故事吧？我哋休息一下，繼續嚟談一篇講哦。上一段談嘅人哋一篇同人哋小姐講，佢樣辦會開始嚟試喎，嚟種一個米農147。到底一個米農147嘅米係樣辦嘅口味呢？更加人哋先嚟送一下，順勢再嚟談一篇嚟同人哋小姐哦。一篇，更加根本你也帶人自家種嘅冠軍米很煮好嘅，要幫人試一下。我哋先嚟送一下人嘅冠軍米係樣辦嘅口味，你順勢同大家小姐一下，米農147一個米到底係哪一種品種有乜嘅特性，好冇？好，嚟送一下，先看一下一個米。哎呦，講講咧，叫佢發講咧，係一個人貢獻大嘛，按金哦。譬如到個香米，真是如米農147嘅嗰種專屬嘅香米。高雄147嘅品種啊，會有18五味嘅米系，應講玉香米。一個米嘅品種一般來講，伊比較濃嘅會再過 Q 一些，伊嘅口感幾好。伊會有18黏，但是唔會像糯米咁黏。嘿，看得出來，你看按你咬來幾多有黏度，但是伊相同會粒粒分明。嘿，吃得出來，睇牙最底部吃得出來，真是。以前我哋還唔見識到一個品種嘅時間，我就算我去搞啦，我咪想講米咪就按你哈，米按你是就係按你米系啊。一直到我去搞開始有試高雄147一個品種同農夫契約以後。因為我哋米農夫有一個很多米存者嘅制度，我哋做得幾米一地擺，我哋要試一試就去農夫量出來，所以我哋開始試一個高雄147，我哋去搞試嘅米之後啊，當時我哋記得原來米嘅品種嘅米，伊嘅口感會相差很大。真是的，有啲米從頭到按嚟試，都比較好嚟都有差別嘅啦，因為一個米是係像唔講嘅，一篇講嘅。是清球，也識得出來粒粒分明，也有嗰種甜甜的米好同嘅烏嘅香味，但像皮嘅多，唔試的時間含油更加多哦，見超幾都見出來，唔將油嘅反而人係可能都嘅口感都爛爛，也係講黏黏，我試唔出來，唔係也嘅清球，嗰時候講嗰度人啊，談講啊，有做嘅壽司啦，也講飯團，你話用一定要用米農147也嘅米錯嘛？係啊，試烘了真是冇簡單。你第一擺試到這個種出來的米，有感動冇？
其实我是感觉讲啊吼，我体摆适度的心情，就会感觉哦，也个米难怪我哋农会要因推广，而推广我哋农民来使也个米，来做一个米农的品牌，因为也个米同其他品种吃起来真是冇相同。确实好吃。我问讲我哋推广的主因，我讲哎呦，家下用的先多也个品种。我哋米农师，来做我哋专属的授权品种。伊讲啊，其实以前啊，我哋米农几多品种嘛，台东34号啊，有4个嘛，过来2空台梗2号，过来最普遍的品种就台南11号，过来还有147之前的145，拢有4个，后来4座也给147以后，我哋农会这边就开会就决定甲就迄也个品种，因为台米农的饲养片种出来的品质真是够好，所以咱会先到也个品种来做我哋主力的品种。伊边前面也有讲到，意思是也个其管理的方式，讲无相同，加上讲其先容易得到一个道德病一个部分嘛。佮说其适合的环境，同样办去管理，同大家供应好嘛，其困难在哪？伊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伊的糖尿病的感染率过高。一般来讲啦，好吃的东西拢相同，伊就会讲无管理。唔好讲无事啦，好管理的东西，伊的病虫害的情况就无按严重，因为伊的抵抗力本身就够强，所以我哋人类实在是感觉口感无按好。也个147最重要的道德病的问题还是皮料的控制。所以我哋迄上的镉量镉出来，皮料滚过重，甲当然伊的抵抗力就会够弱。所以我哋要控制我哋皮料使用的量。一方面皮料使用的量也会同我哋米质会有几大的关系。用板讲，你皮料过多的话，米质会变成用板。一般来讲个皮料用贴多的时间，我哋底部的粗蛋白质会够高，粗蛋白质够高的时间，煮起来，口感同安尼我哋讲食味质，嗰度拢会有影响。但是味道会有个产量，皮料就会高，皮料高的时间，蛋白质就会压起来，那会有安尼的问题。更加迄种野皮料嘅过程更加应该拢讲科技化啦，也讲有精准化。人野皮料会用办去处理，从先量吨嘅数量出来，再去野皮料呢，还系讲用某个方式去施作这个肥。其实目前一般的农民还是会太弱势的啦，比如讲我哋1分田的1斗包，1分田野1包，1分田野2包，就按尼野，可能觉得算分上算面积。算1斗面积就野1斗包按唔会精准一些，唔会施以前，而且染土，而且采土松过量重去染，可能是也个土地杯都在烧嘛个东西，也可以嘛个东西贴到，然后来调制你的皮料嗰说个路好杂咯，自家去染过吼。有，难怪你看关键的做法都无共用，除了做一个方式之外，而管理方式还有哪度个优的，也系讲个特别的地方吗？其实从师傅一件事情伊提按照农作物底部算也算，应该会算最简单的东西因为伊开发上度过高，再来伊研究的资料也过多，所以其实我哋就照着我哋去上课上讲习会时间，线上讲的方式来操作就冇唔错。当然唔好讲遇到讲因镉量皮料因滚皮料因滚，当然因沙药的，甲对环境也系一种负担不过更加睇做，无论系师傅，也系讲其他农产品也好，大家拢在追求讲某个自然农法也系讲有机的农法。从米农147也个部分，其实个适合哪种农法，能有去研究过吗？其实拢做得，但是就目前法规规定唔会按照有机农产品，唔会有有机认证，所以就算你睇米农，冇用药嘅，冇用皮料，按呢种也做唔得讲去甲迄有机农产品，因为冇经过有机认证，所以也米农一般来讲还是一般，点讲嘅惯性农法，
就喺外底有用化学嘅复合皮，有用一些防治药剂，但是外底拢有检验过，拢有农药零残留。零残留哦，唔係標準的哦，係零殘留，當做得出來賣。哦，就是講唔能比嘅一般的含工鹽嘅，一般來講可能還有容許量殘留一多，唔能係全部零，係 zero 安尼。哇，唔自家睇做一個米，總嘅意思是19之後，唔將有開始像人講嘅有去比賽啦，得到一個名次。我是17開始第3年，我就去。想講，其實也想講吃康拉斯呐，因為我想講去參加一個比賽吼，某天我會在有很多了解一些，一個品種嘅特性啊吼，也係講啊，運用嘅管理會再過好，所以我第3年開始比賽結果第3年一去比賽都冠軍咧，錯，哎呦，真是當忙厲害呢，一去比賽都冠軍，唔嘅時間，得到冠軍嘅時間，自家有去。同人家比較講，做乜嘅人會得到冠軍，同人家嘅差別喺哪？其實我嘅比賽天啊，有一個最大嘅重點就係應該啦，我上嘅時安尼，我用漿水。一般我哋米農，因為我哋準結位啊，做下幾好。只要有重發過嘅田球，就有水好用。但是也係有嘅時間，容易落個唔拉白，我有淋水嘅問題，分區輪灌。所以有嘅時間，因當我有水嘅時間，冇水可飲。但是我嘅田球，我嘅球田球用漿水嘅，所以我自家控制嘅到水源，我唔是同人漲水就錯嘅啦。以前是從糖到真是欠水跟嚴重嘅時間，用人漲水漲啊上大。錯噶，佢嘅真做頭擺以前啊。錯噶。不過一平，你自家講嘅一個田係去用漿水嘛？係漿係你自家上嘅去打嘅嘛？還係佢原本都會用漿水嘅？原本就有嘅。哦，原本我嘅天主就有帶咧漿嘅。嗰時候講一個天主算係講好聰明嘅嗬，有想到講下一擺可能有可能會有缺水嘅一個情形。其實而家片本來就冇準橋嘅，而家片就冇重發，所以而家片而係會。不管伊係咪會失火啦，你就算種埋嘅東西，種lap派、種用者、種埋攏相同，你就會冇水，所以就會大以後這樣的嘅。嗰種自家感覺差別最大係睇鴉片。係面都應該是安。安尼唔能去比賽嘅時間，就人哋自家看下嗬，人哋提講一定會比個米嘅外觀嗬，看可能會發光冇，有漿冇，實可能口感係樣板。到底唔能正式去比嘅時間，憑什麼同人講人哋比嘅有哪條嘅項目？比較嘅標準係哪？會安尼同人講冇？其實伊個過量管、體管人嘅儀器分析，唔會有米嘅損害率啊，我頭先講嘅粗蛋白，佢就去評，評出以後，咱有天醫管，天醫管就係評審，伊個試嚟可能是，但是也個貼過專業嘅，其實我也唔知，我想底下講啊，演而試嘅時間，我有一些安尼。演的標準提嘅，所以也個我就真是冇過了解。我想講啊，記得我要改我嘅米，種到越好，我越有希望安尼。種到越好，有去試過其他人種出來嘅米嗎？目前有啦，就像我哋米農菜地嘅，吃可能是安尼啦，其他地區嘅還唔見試過。觀眾朋友，原來一個米農17嘅米係釋放來，同其他嘅比賽內容係安尼呢。不過也因為人哋依片吼，過用心吼，種嘅無共樣嘅管理嘅方式，真可以種出紅河式嘅冠軍米哦。不過談講依片還有種其他嘅東西呢，到底係乜嘅東西冇就佢哦。休息一下，再同大家聊人哋依片嘅故事。上一段有時候嘅講，人哋依片係用萬種出好式嘅冠軍17嘅米，不過呢，佢除咗17嘅米之外，佢還有種嘅談講有無共樣嘅農產品咯，到底係乜嘅呢？請教佢一下吧。依片，頭都講嘅，除了種米之外，是否還有種嘅乜嘅咯？從野龜嘅花藝咧，就會還有羅皮嘅啊，體會啊，還有種一啲高體素嘅東西，很多月蛋膠。月蛋膠，糖好咧，佢係強就嘅一種錯冇？
错。嘿，啊，毋过亚种平时佢个接成哪一种诶？佢糖风咧，亲像各细条好冇？伊应该差不多就按太条，差不多4个公分诶。有的人都有含有各细条，一些人都一口胶啦。嘿，跟其实就会单胶一种啦。啊，像讲眼灯中人都越单胶，很多越南单胶啦。啊，伊同一般眼灯一般可能都会用着无相同，一般还是白胶，就个长个太条，啊眼灯就按的细条越单胶。越单胶其他嘅家私应该唔会比其他个太量嘅嗰种强胶还个好啊。其实差唔多，因为强胶啊吼，还是会谈论最主流的品种就是白胶，伊嘅家私一行，白胶家私好嘅时节，嘛嘅胶嘅家私如何？啊，白胶嘅家私唔好嘅时节，太讲研究唔好。啊，外尾先入嘅品种，单纯就是因为伊个简单做，啊，伊嘅割嘅时间也改长。唔好像啊，白胶同白胶，也100割起嚟，10张嘢，咱如何割下一表，咱就会安尼，割压强嘅时节，也有含嘅安尼都洗牙，强胶嘅洗牙，而再产起来以后，又再有一条强胶，安尼。也割係要割一片，也割係要割進嚟一片，因如何割安尼？安尼啊，所以咧方式咧吼，因為拄好夾嘅時間，咁無一天，其實可以安尼溜溜小小，像唔講嘅，又上到嚟溜溜割一下，割一下。啊，唔即個強膠嘅部分，係適合係一塊田係種嘛，也係講懶懶散散安尼，種啊無強嘅田啊。其實眼頂嘅片田咧，個山，大門山，哇！從最遠距離嘅地方，對也快到幾塊地，差唔多時差25分鐘到半點鐘按熱。哇！咁樣熱嘅呢，時差呢，沒起晒呢。哇！按你總話嘅而家嘅田會變到按零散咯，係乜嘅原因啊？外面都應該是外啲民農耕田嘅人過多，所以外啲田嚟就過山，因為從有段時間。唔係像嘉南平原安尼，規大面積就係強伊個地主，但可能也伊個面積地位，可能一甲地位可能有4倍地主，啊米伊個攏無相同的人，所以唔睇漂田球的時間，就是說也漂一塊，給漂一塊，啊加迄個總面積同迄個改多用的，啊其實管理起來當然麻煩。啊你更加係師傅為主嘛？人家師傅個面積差唔多1太塊的呀。也下師傅差唔多有會4甲左右吧。啊你通好，你看人家個距離按山吼，啊人家個面積又按到，管理的方式啊，有沒有針對一個問題吼去做一個調整冇？其實咩無法做調整呢？因為我哋還是要看我某個時節師的無啊吼，當然伊管理的上司啊吼，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。啊，所以可能個冬片一些咧，就個強下師，個西片咧就個強下師。去老天橋冰水的時間，就唔是定啊按演繹。意思都按你啊。但是老實講，有的時間讀到臨水的時間，分區輪轉的時間，唔係冇法度的啊。係啦，望看凊彩，有個最熱到最強嘅有個天吼，個半點鐘走下來就會半熱嘅呢。錯啊，又唔係只是一條路，有的時間還要頂來頂去。係啊，咱嚟講搶睇電路哦，都花喺嗰度嘅時間咧。唔睇即有個田嘅方面啊，像唔知個，其他攏係漂人家嘅田嘛，錯冇？唔知個對有個田間嘅管理，假使講有個問題可以解決嘅話，唔知個管理方嚟可唔可以夠簡單？如果講全適種嘅話，從內底去推動了，去推南了，看到人嘅田球安尼。規太只強下吼，規半途的吼，我攏感覺安尼幾好，但是內底也就無法度，因為真是耕田的人就係個多啦，啊可能有的老人家耕田耕了一生人啊吼，伊可能也講唔判得病啦，有的從來隔壁的阿伯可能80-60歲，伊還耕田時節也會驗草，也會幫草驗安尼。驗菠蘿幾多東西，好啊！安尼同人哋度到嘅個無相同咧，從人講民農有幾多人係耕田，但係人哋其他樂隊嘅鄉鎮嚟講，係有幾多一田聽講哦，也無人票啊，邊啊睇嘅啲生草個多呢？其實藝商也幾同我哋民農農會嘅運作也有關係啦。我哋民農有幾多專區，有從端頭嘅就係四季豆，
个安尼稻米专区嘛，个含有迄个嘛，佮爱记唔得咧，反正爱啲民农非运作嘅上途，本爱啲农产品出去贩卖市场嘅时间，可能收入会够稳定啦，够有竞争力啦，吼，今日有一个专区专门喺负责做一个部分，大家可以有稳定的收入，吼，嗰个农非照顾大家。啊，讲到鸦片，这个迄米既然品质安好，全部都喺交给农非去卖嘛，也係講這個有保留一部分，這個去做行銷。冇呢，因為也個就係同農非契約嘅，所以就契約規定，我啲米全部都係交過。哦，全部都交出去。啊，這個喺行銷方面都全部交俾農非嘅，這個有想講我可能還可以用辦去假使講有機會嘅話，成立一個這個品牌來賣。這個關於行銷一個方面有用辦嘅想法嗎？其實我自家伫咧行銷一個部分啊，吼，係一個專業嘅問題啦。所以我也伫咧我自家管理嘅方面，我就會花幾多時間咧。所以我成立咧自家嘅品牌啊，吼，來自家來賣啊，吼。冇錯，從一下我有拿到200嘅冠軍咧，吼，慢慢有一些我自產自銷嘅一種想法出來。唔過還冇佢項目還冇幾清楚安樣嚟做就錯嘅啦，因為一個營銷嘅部分啊，吼，真是係呢幾專業嘅問題。唔係像嚟講啊，像以前可能有種人家講，你就不用上用路咩網絡上買就好嘅啊。問題是唔係不用上去就有人會來買。嗰種通路啦，吼，佢用埋去廣告啦，啊有嘅，那等人會來買，吼，用埋去買，也係一個方式。畢竟唔更加搶一個人嚟做一個事情。像根本你帶過來一個比賽米，係農非嘅同貼嘅包裝來賣嘅嘛。我唔錯，像我哋比賽米啊，吼，有入我哋講優勝，啊同前3名，農非會貼嘅包裝嘅比賽米來賣。哦，你嘅包裝係全部都係人家嘅米，啊佢當個會有嘅履歷，人家可以看得到安尼。哦，原來安尼。啊，從一般嚟講，其他假使講冇嘅，都從順後一個米一般嘅包裝就安尼，係嘛？一個係我自家包嚟自家嘅事咧。哦，原來。像我哋農非有農非嘅嗰種專門嘅包裝，咁樣嗰種包裝。哦，我哋農非又做一些禮盒嗰種東西啊，吼。基本上係像一種東西，就是米磚，也係講啊有真空包嘅部分，啊要做一禮盒，嗰時候拿來送禮。安尼依片唔知個睇同農非合作嘅期間啊，有因為農非要推廣嘛，佢哋判嘅嗰度嘅發通，佢哋會請人去做，人可以提供某個服務，也講佢哋會判發通嘅時間來合作，有安尼一個情形冇？從我自家嘅話呢，吼，我從也很多擺出去比賽嘅話，吼，我會有一些其他地區嘅參賽者，我哋也有私底下有交流一下，講有段時間喺面做啲嚟民農看一下，可能我哋因為管理，來可能是民農耕種嘅情況係樣嘅，當然我哋民農從契約一時期，我哋最重點嘅東西就係我哋同別人冇相同嘅地方，我哋有專門嘅農場，我哋有專門師傅嘅人，專門乾貨嘅人。我哋還有專倉專廚，所以我哋嘅米唔會從其他地方可能會有漏到啦。我哋就會改順嘅意思是，從我自家，我主要同農非合作嘅地方還是就契約嘅部分。契約嘅部分，你對於一個後生嘅我幾多種嚟吼參與農事，不管係師傅也好，一種其他農產品也好，就唔自家嘅經驗，唔會本後生嘅有哪條嘅建議嘛？其實從一下唔會歸來耕田，除非自家本來就有田。我還是建議做啲參加一些農政單位，應該會算體驗吧。有的會像一技園主啊，又係講一下歸流行嘅農業師傅。做啲去做一條事情啊，吼，唔見吃可能是自家都在適合冇。耕田唔係從歸來有田有奶嘅嘅種嘅東西就會上，就有好賣，就有收入，唔係安尼。因為農業嘅東西
也较紧来紧克服的啦吼。所以无学到几多东西，为了安尼讲，也较气候有变通安泰，以下的落胎，以下有风采，嘛个有诶无诶，所以无安简单。迄做得有一些体验活动去参加。先看下是有的人想讲啊，大学毕业的，种哦，我归港田，同种归文青用的啦，归容易的事情归简单用的，其实归落前节啦下能底啊，哎用数目归落，啊2年有无做诶，安尼就会了解几多钱。所以我还是建议有体验活动，做这先去吃看先。先吃看先，多在对啊个，迄没真是有兴趣，也很意思感觉安尼，同种过试用诶，过试做唔得生活。观众朋友，尤其係後生愛從事農業嘅觀眾朋友，就聽清楚冇，我哋官員講嘅話，愛試看下先，自家有適合嘅工作冇，先來體驗一下吼。唔過啊，除了安尼，還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全台灣嘅農民，我哋嘅農產品咯。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一品，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好食嘅147的米哦，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，分享大家時常來嘅米農料，做啲買啲米農好食嘅米，同埋啲米農嘅農產品，感謝大家。好喲，食啲好食嘅米，聽嘅精彩故事，我哋繼續聽聽我哋線上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